歌神陳奕迅有一個幸福嘅家庭，佢同徐浩瑩2004年10月先生咗女女陳康提，2年之後再補辦婚禮。雖然當時兩個人嘅戀情外界唔睇好，但兩公婆一向懶理外界閒言閒語，由拍拖結婚至今已經超過20年。Eason 更加曾經公開話佢同徐浩瑩會係終老嘅一對，真係好恩愛啊！最近喺澳洲悉尼舉行巡迴演唱會嘅佢，又再喺台上晒愛意。歌唱上邊，Eason飲水潤喉期間，台下粉絲大嗌老公。面對粉絲嘅愛的呼喚，佢就笑住咁回應啦：唔好老公啦！我結咗婚就嚟20年噶啦，你死咗條心啦！證明佢對太太真係一條心。不過一向幽默風趣嘅 Eason就疑似想爆黃腔啦。除非我入咗印度多妻教。我唔想啊，因為我唔想日日都。呢番說話即刻引起全場大笑同埋掌聲。不過粉絲似乎都唔介意做呢個第三者，竟然留言話冇事，我中意貝德人夫。更加有網民用 Eason 嘅歌《無人之境》嘅歌詞，但我想跟你亂詞回覆，認真搞笑啊！